电线直接看，咱来去关心4月初3花莲大地震了后，中山大学下冷核研究团队就随着新海研3号去花莲外海的地震中心附近，针对地震的沉积物、水面，也个海内底气体高度去做采样，要做研究，而且嘛监测到伫花东海盆有出现国蒙国雾，若相关的资料拢会早登去研究，希望了解地震线海底环境的变化。 把火金车放电侦测系统放落海底，伫海底发出声源来做探测。初3花莲地震了后，中山大学等下冷核的研究团队，初8搭新海研3号为高雄出发，去花莲外海的地震中心，针对包括地震沉降物、水面甲水底气体高度等等做研究。 温盐深移，然后还有大载的荧光，还有浊度探针，然后试着看说海底这是地震对海底底下的这些水质的讯号是不是有像是甲烷啦或者是一些温室气体啦是不是会造成一些改变？伫6、7级的风影出海，台湾头一届会当伫地震了后短时间来收集资料甲样本。团队伫地震中心附近监测到伫花东海底盆地真罕见的雾落站。 地屋溪口760米的地方，大概可以看到约100公尺深的浊流层，雾浊层。那在正央附近是更深，我们可以看到2700米的水深，足足有大概700米的雾浊层。团队推测7.2的地震和陆地土石崩塌，经过入物体流落海底，海底的地层同款因为有刷位等等的因素产生崩塌。 在土石地势局部的海水变弱，才形成这么高的雾落站。这个地震甚至嘛，让海底的地形产生变化。另外呢，也在我们的海床上面发现了一些可能是这次地震之后所造成的沉积物的累积，它有点像是在我们的海床上面多出了一个小丘陵一样的形状。团队在海水等等的样本伫12档甲高雄，准备做进一步的研究甲分析。透过这个摕到珍贵的资料，甲过去的资料做比较。 来了解地震对海底环境的影响等等，希望会当找出规律性或者是形成的原因，进一步伫近海地震的研究有突破性的进展。记者综合报道。